请问会烤鸡未分火这句俗语是讲一个人安怎呢 ？A. 唱歌真歹听 ；B. 人足忝的 ；C. 就是要食唔讨趁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 B。会烤鸡，人都忝的啦。会烤鸡未分火。我讲是什么？我会记会讲袂西吧，系啊，应该是西吧，感觉起来应该是较成迄个艺术啦。鸡袂分会，我会记是袂做啊，会我刚刚是都忝的，我会烤鸡袂。无啊，足够碰风啊，袂。唔是袂，烤鸡就是讲我会叫鸡仔来，哦，鸡仔你来，但是我袂。袂啊啦，无什么气力啦，我没有力气啊，无气力的感觉。哦所以是最忝嘛。是最忝的吗？是哦，是叫不是？鸡仔来啊，你别讲啊。叫鸡仔来别做啊！相信鸡仔啦，相信人都忝的，人都相信鸡啊！好，还得相信鸡仔啊。好啦，来，你有答嘛吼？你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是 B， 好，咱来看者，人足忝的，相信鸡仔。对唔对？相信鸡啊！相信鸡啊！真啊！我上一题相信台南，这题相信鸡仔。来，咱来相信老师，来老师，来相信鸡仔嘛是会对啦吼。好，来，我唔知你有烤过鸡无啦吼。以前迄装开的鸡仔有无？伊拢家己讨食嘛。啊，有当时咱若要甲饲料的时阵吼，啊，你第一呐，你第一呢，啾，安尼轻啊呐，轻啊，安尼啾，啊，鸡仔就挖过来啊，吼，啊，所以你唔免用足大的气力。啊，毋过你若要分火，要甲伊火安那。分好倒，你来呐，较大力嘞，安尼分，吼，啊，所以吼，咱即句讲下烤鸡，啊，无法度去分火啊，表示你人已经啊啦，就忝嘛，很累的。